前的不需想太多，來年的即將發現更多。同行萬里有我，攜手一起領放。藍藍天空高掛我的夢，深海潛入最深追逐我與眾不同，沿途快樂自由陪伴我，美夢成真因你讓我到處去碰。嘿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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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團結一心有神傳奇，哪怕是萬尺風浪，都可挽手衝天飛。嘿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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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團聚分享快樂原地，笑與淚在你我之間，人生多驚喜。世間是否此山最高？或者另有高處比天高？在世間自有山比此山更高，但愛心找不到比你好。使你血脈沸，沉寂中來日星空佈滿華麗。這一刻讓我飾演美麗魔鬼與上帝，此生就不可你為我着迷。衰鬼舊先係着迷，完全無限制。只要你落嚟要咗咧，係咪呢有獎金獎品啊？嗱，大家黐實我哋，轉個頭翻嚟繼續慶祝我哋 TVB 金禧生日！對住呢個嗱，50位小生咧已經咧準備好為今晚嘅慶典咧傾力演出啦！喺 TVB 除咗我哋小生之外，仲有50個咁多。台慶嘅大型表演咧，多都有啊！係啊，嗱，嬌姐啊，講得無謂，睇靚姐最實際啊！你講得最啱啦！我哋有請50位型男。
亦都特別俾啲掌聲，我哋嘅著名嘅魔術師李恒齊小提啦，係啦，設計咗一個特別驚喜送俾大家。咁嘅效果冇得頂啊！真係嚇，打鼓可以打到翻轉嘅真係。即係咁，尤其是咧，我哋50位男士着住特斯圖啦，就係盡顯咧男士嗰啲優雅型格啦，真係靚仔㗎。靚仔啊！佢哋啊跳到成頭汗，我啊睇到一額汗，真係。因為你冇份跳嘛，嚇到啊！點都好啦，點都要送啲獎品嘅。係，梗要上獎品，即刻送獎品，送名貴獎品。係啊，冇錯。咁啊，獎品獎金咧非常豐富，我哋睇睇先。好，萬汽泉純鑽星空傳奇系列陀飛輪腕錶及名貴禮品總值港幣25萬1千。好啦，仲有另外10部手提電話送俾我哋5位嘅幸運兒喎。喺呢個時候，我哋首先有請嘟姐幫我哋抽出5位幸運兒。嘟姐中意靚仔，睇下呢位。嘟姐中意靚仔，睇下抽邊個？維維，嗱呢位，又係維維，講句恭賀説話。TVB Happy Birthday！恭喜曬，維維可以得到一個價值不菲嘅陀飛輪腕錶同埋手提電話2部，跟住有請即刻第二部，志偉哥，幫我哋抽嚟出一位幸運兒。好，睇下邊個先？楊朝開。係講句恭喜説話先，50週年。OK。曬，跟住有請 Lego 幫我哋抽出第3位幸運兒。邊個想要？邊個想要？陳展鵬真係旺到咁，哇！好勁啊！你個轉股。好，我未抽，馬國明出嚟，醒你。我直接啊，唔使問問題。好，繼續道具嚟喎呢個。唔係啊，唔好跳啊，唔好跳啊！請阿嘟姐抽第4位嘅朋友。真錢嚟㗎，全晚派嘅都係真錢。徐榮，第4位。係咁要講句啦。TV 生日快樂！好，志偉哥，試一個哇過10萬蚊嘅陀飛輪啊！睇下邊個先？周志康，周志康，抽到，你最大獎啊！你個最貴啊 ！TVB Happy Birthday！講得好啊！哇，有陀飛輪腕錶加埋呢個每人2部手提電話。轉頭翻嚟，我哋出嚟啊！山聰唔攞錢啊！梗係啦，送俾大家，一定滿足到大家。轉頭見！哇，各位嚟到我哋全台藝員最緊張、最壓軸嘅壓軸，可以攞到信用卡免找數簽賬額，總值港幣30萬，同埋奪得獎金獎品總值超過100萬。哇！俾啲掌聲我哋呢位大贏家，係咪好開心呢個大家庭嘅生日咧？係啊，今日係我第一次，好開心 ！TVB Happy Birthday！恭喜曬咁多位啊！好，喺呢個時候咧，要進行我哋嘅華麗嘅切蛋糕儀式。